民政局这边就有6个区来布置微型的兰花展，再加上市政府总共有4条路线的参观路线，26处的微型兰花展，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利用时间，到26处的兰花展好好的参观我们台南美丽的兰花。大家可以看我们24个景点，这样的陆陆续续在这2个礼拜里面，我们要把布展完成哦。那也是为了迎接接下来我们的一些活动跟连续假期所会带来到台南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人潮哦，让他们来到台南，他就可以感受到台南就是一个兰花之都哦。就在虎形山公园的入口处，那我们从竹炭故事馆开始到吊桥，再过了吊桥，我们就都是我们布展范围。另外，在我们这个奇迹市集里面，也是我们布展的重点区域。在龙崎这边，除了空气好，风景也是很好，而且交通方便。如果大家不想开车、不想骑车，也是一样可以搭乘公共运输工具到龙崎来当一日的旅游。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湾兰展是世界3大兰展之一，往年举办期间可吸引大约30万人潮参与。今年因配合防疫措施而不开展，但为了让国人能欣赏到美丽的台湾兰花，2021台湾国际兰展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将兰花送往台南市各大景点布展。在全台南各地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兰花。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欢迎大家来2021台湾国际兰展。今年兰展有别于往年，今年兰展是在各地遍地开花，总共有6个行政区。大家如果记不来的话，只要坐红干线公车就可以。事实上，台南的兰花非常漂亮，占全世界的1/6，占全台湾的1/2。不仅是量多，而且品质最好。那我想，这个国际兰展已经举办了很多年，每年都带来非常多的观光客。所以呢，今年的国际兰展不止在后壁，在所有6个区所以欢迎，还有各大风景景点，所以欢迎大家来台南看兰花，来赏春游，而且吃美食，逛台南，欢迎大家来台南。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1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5次定期会上午正式开议，这次议员将对太阳光电的设施以及渔电强性的开发愈来愈多，烦恼长期会对地方发展甲居民造成冲击甲影响，所以纷纷要求爱增加专案报告，让市民了解。议会第3届第5次定期大会开幕头一天，除了市长施政报告的重头戏，会前议长嘛将对原本捷运规划、龙溪山行销、甲市地中卫开发等专案报告的艺术天书寻求共识。对此，因为市府打算在滨安路附近2.8公顷的渔温地开发渔电共生，和议员相当烦恼，长期将影响南区的发展。强烈要求市府各增加专案报告，公布清楚。昆新溪区现在大面积的就是原来是渔温的土地被回填成为一个农地，那到底它未来要开发怎样？我们地方上会腾腾，因为有人说要种电，但是它如果种电下来会影响我们地方上的这个发展，因为种电大概就20年。那这边的部分我也希望说能够纳入经发局，因为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得到消息。针对南区最近有一批很大规模，大概2.8公顷，向农业局申请渔电共生，未来要种电。我们害怕，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会让原台南因为我们的南区很多的渔温，变成大家都来做所谓的渔电共生，用这个名目，
一绑20年，南区没有发展的机会20年。南区除了有机场、有坟墓，还有所谓的黄金海岸没有人烟的这种状况，影响我们南区的发展。万一民心路、中华西路、滨南路这一段又做了渔电共生这么一大片，我觉得我们南区的发展是，我觉得看不到未来。除了南区渔电共生要开发，因为伫7个客家等所在已经全力投入太阳光电设施，毛议员相当关心对居民甲地方的冲击，呼吁要求增加专案报告。加上因为拢无落雨，台南最近的状况到底如何应变？议员柯玉林嘛提议进行专案，让市民了解，大家共度难关。我们现在缺水很严重。对不对？雨水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那南科、台积电、等等的一个水的使用，还有这样的一个，包括我们台南市政府推动相关应的节水的一个措施，我认为刻不容缓。要因应这样的一个变局，所以我认为应该要有一个有关我们的节水方面，还有工业上面的这个一个专案报告内容。这摆议会对19号开始到21号连续拢有规划相关的专案报告，嘛欢迎市民朋友锁定第3频道共同关心。台南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因为中正里活动中心被验出是危楼，拍算拆除重启。日前，民政局已经向中央争取400万的补助，不过因为议员认为当地是观光热区，各起活动中心并无实际帮助，所以向市府建议应该调向旅客休闲中心的方向来做规划。位于中正路国华街观光热区的中正里活动中心，已经是超过30栋的建物。不过，因为有真侪代表性的团商进驻，毋是假日时领导的强滚。但根据了解，内政评估已经验出是海沙屋，民政局嘛已经向中央争取400万来拆除重建。不过，因为干是活动中心的预算，起到对观光的效益，对当地停车并无帮助。而且理念合并以后，这嘛无需要加一位活动中心，所以上午伫议会开议，这些议员纷纷表态，希望调向游客中心等方向来规划。我们是希望说，市政府如果真的很需要这个结构安全有做考量的话，我们市府也可以自己编列预算来将它拆除重建。但是我们在地的议员都比较希望它变成是一个我们来台南游憩的旅客，因为那边真的是非常周边很多的那个小吃，还有就是有我们庶民生活跟历史场域的再造，包括从这个国华友爱街口的那个龙馆那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遍地开花的是把我们过去的场域的一个再造，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可以游客休憩，那么可以让国华街整条在假日的时候观光人潮很多的时候一个喘息的一个空间。那么我想希望是能够市政府就它就地重建的一个它未来的方向能够做一个重新的整理。有危险的状况之下，还不省这个预算，不让这个改建，或者是说至少要先补强的这个部分先去做处理，那是一样要让这个小卷米粉真的吃到一半的时候掉下来了之后才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吗？再来第二个就是上次也有跟观光旅游局局长这边讨论过，我们这边呢未来也是有旅服中心的这个整体的规划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我想这个很感谢邱丽丽员在这一次的会议期间也有提到这个问题。那我想局长上次也有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在总咨询的时候我也有提到，所以这部分呢希望说可以请贵会我们大会共同来决定看要不要在这个审查这个预算。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啦，好，那我想我在这边我是要求说市政府啦，这个部分安全性的问题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部分一定要优先的来做这个部分。那我想刚才包括几位议员先进提到问题，我觉得这个民政局这边也要综合来做一个评估啦我们当然希望兼顾安全，还有整个区域的整合跟发展，这个部分请民政局这边要详细来处理，谢谢。地处局长郭信良嘛采时间暂时无审，但台后一摆听诉委员会搁再提出审查。期间嘛希望寻求府会甲地方的共识，看如何规划，嘛无排除由市预算来主导，除了兼顾安全，阁会当发挥上大效益。但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
劳动部分家南分署结合在地知名企业甲厂商，安排一系列的培训课程，让学生一毕业就马上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头路。这项计划伫16号正式启动，鼓励青年朋友爱善用政府资源，踊跃报名参加。为了让应届毕业生会当有做找头路的准备，伫踏出校园以后顺利就业。分家南分署的青年职业发展中心特别邀请饭店、美妆甲电子等13间企业，选出108名额，提供为期2个月培训课程。上午3官学代表正式拍开宝藏，向前启动计划。现在年轻人毕业到找到第一份工作是大概要平均3.7个月啊，哈。那我们希望缩短我们青年学子找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一系列的这种求职的就业准备的课程，包括企业的实习、参访，哈，然后还有企业的这个专业的教练可以协助我们青年学子，能够在毕业之后呢，迅速的做好准备，可以跟职场的就业工作对接，所以我们才安排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讲座跟课程，希望带领青年学子可以尽快的融入整个工作市场的情境。目前配合的非常的踊跃，包括我们台湾的微软，或者是我们洪家腾，或者是海底捞啦，或者是我们的精英的酒店、老爷酒店，涵盖的有工业类的，我们民生餐饮，还有我们所谓的商业会计类的。那这3大的学门，那希望我们青年学子呢踊跃来报名参加。我们名额有限哦，大概我们这次提供了108个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有专家呢可以进场热情的辅导各位，所以欢迎青年朋友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为期这个计划有2个月的课程，非常的精彩。这一次饭店跟他们合作，主要是提供职缺的部分，让学生有一个找工作的一个更好的管道。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提供一个可以实习的场域，然后我们还提供了模拟的面试，然后甚至可以到现场去参观，让学生呢在选择工作之前呢，可以找到符合他们自己需求的职务或者是工作。那也让我们的业者跟学生可以达到更好的默契，然后给客人更好的服务。根据统计，学生毕业到就业平均也有3-4个月落差，所以青年如何顺利找到就业的方向，马上应有市场所需要能力。现场所有厂商甲老师拢是贵人，欢迎符合资格应届毕业生善用政府资源，踊跃报名。洽询专线06-302-0036。今日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台湾手表天团16号举办第16届爱心平安米台馆活动，这届总共捐出10250包的平安米，受赠单位包括台南市7个行政区域、甲10个社会福利单位。这也是天团为106年推行用米代金以来，代替乡客捐出上届侪平安米的一届。台湾手表天团举行爱心平安米代管仪式，迈入第16次，总数捐出42522包米。庙方这次大圣将捐出的爱心米总计10250包，收费的单位有台南市中西区、东区、南区、北区、安平区、安南区、宁德区等公所，再由公所将这来自圣将的爱心转发给区里内需要的家户。我们以米代金来表示我们对政府政策的支持，那也是得到我们很多市民的支持。那我们的很多的信众，就历年来我们已经经过了第16次的那个捐米的仪式，那今天又特别的多，就12500包的那个米，真的非常的高兴。那就能够跟帮忙弱势的朋友能够得到一个就很高兴的能够帮忙很多的朋友。为了感谢手表天团长期办理平安米代管关怀弱势，社会局副局长严静英特别出席活动的现场，并颁发感谢状。今天呢，非常荣幸也很感动，可以再来参加天坛的捐赠活动天坛对我们这个社会公益的捐书一向不渝。
加过很多次捐助的活动，很多次，包括这个急难救助的危机，还有金坛学生的奖学金，还有捐赠班很多次，真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在这边呢，要代表市政府，也要代表社会局，我想也一并代表各个公所来谢谢董事长，还有天坛的董事监事跟秘书，还有天坛这样子的这个行善的意念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社会真的是特别的温暖。除了关乎7个区公所，另外在社会团体方面，手苗天坛选择关乎台南市社会局爱心食物银行、家扶中心、天坛老人养护中心、台南市农业福利协进会、乐福基金会、台南市永靖教养院、台南市慈恩老友协会、台南市博爱老友协会、藤泽养护之家、永春护理之家等单位，要来将这结合了信众爱心的平安米，送到社会各个角落。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市政府每合百货业者举行台南往来嘉年华，4月16号开始，伫台南大运动百货地下2楼举办为期3天的往来展售活动，同时佮搭配百货做促销，互民众有食有耍，佮会当用行动来小挺台湾的农业。台南的往来正值盛产期，市府为了帮助农民行销，17手百货业者共同办理台南往来嘉年华。4月16到18，一连3天，伫台南大湾坝举办农产特卖。台南市还生产的呢，有台农19号、17号到18号呢，拢是咱所有的这个往来内底呢上好的品种，对不？所以要食往来，就爱安那清明的时站来食，因为这个清明的这个时站啦，咱关庙的往来、山上的往来拢开始大出。啊，要食好的往来，都爱来倒食。恁大家拢知吼，这内行的。配合这次嘉年华的活动，台南大湾坝嘛推出使用 Happy Go 卡消费满500，就当凭发票送一个往来。台南大圆百为了配合这个活动呢，我们为期3天，每一天我们都有提供100颗的凤梨啊，只要在馆内消费满500元，叫我们的 Happy Go 卡啊，就可以来免费兑换1颗啊。所以说希望这在座的各位好朋友，等一下可以多多消费。农业局表示，市府已经办理过15场往来推广行销的活动，透过各种的宣传，互民众了解台南往来好品质。民众若是想要采购台南往来小町农民，卖当到农业局网站查询往来采购的资讯。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一位56岁女士进行乳癌切除手术，嘛做化疗持续追踪，不过却突然间无法度行路，2只脚会麻会痛，需要坐轮椅。经过安南病院检查，怀疑是肿瘤转移去对着神经，经过手术已经顺利恢复。市立安南病院骨科医师许进成表示，脊椎转移癌切看的症状，就是脚趾边痛，加脊椎神经受到压迫引起的神经障碍。以脊椎受侵犯的部位，通常是上腰椎比颈椎较济。其中江女士经过检查，发现是上椎第10节来转移，经过手术的固定上椎，并且进行脊髓减压，减轻神经的压迫。目前已经渐渐的恢复。这个江阿姨她的一个状况主要是转移到脊椎，那脊椎被转移到的时候，它就整个脊椎的椎体就膨大起来去压迫到神经，所以压迫到神经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就是脚无力啊，然后没有感觉啊，然后稍微大便失禁的一个症状。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转移，那要看第一个本身病人身体状况如何。然后还有看我们说这个癌症是不是一个非常恶性的癌症，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本身的存活率，看，大概还有多久的时间，然后还有我们说它的转移的部位，那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来做一些评分，然后之后再来对这样的一个骨折，然后决定要怎么治疗。医师强调，亲像江女士这种的年感患者，如果突然间双脚会麻会痛，无法度行，就要怀疑是肿瘤的脊椎转移。而手术后，江女士嘛伫个红衫的陪同共同出席记者会，并且感谢医师的治疗。是乳癌、原位癌转移骨头，然后不知不觉，脚都拢无知觉，脚都没有知觉。然后我就进来找张医师，我的主治医师吧，安排开刀。开刀住院35天，35天当中嘛是有包含复健，然后就慢慢恢复，我回去搁利用我家己的时间，互伊尽量恢复有知觉，慢慢可以站起来。我来的时阵，整个人是瘫痪的状态，完全都无知觉，下半身都无知觉，脚嘛拢袂起来，很严重，很严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肠直肠癌已经连续10档被列为国人10大癌症发生率的头1位，所以如何治疗就备受关心。目前主要的治疗也是开刀切除，加上微创手术的进步，所以现主时伫国内外大多数拢是选用微创腹腔镜的手术。大肠直肠癌已经连续10档被列为国内10大癌症发生率第1，也是国人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对着大肠直肠癌治疗，目前主要是以手术切除的方式。近年来，因为微创手术技术的进步，再加上微创的空喙较小、恢复较紧等因素，所以肠癌治疗目前伫国内外的医界，大多拢是选择采用微创腹腔镜手术。跟传统手术比起来，它的伤口更小，那当然恢复更快，术后疼痛也会更少。那对病人之后的比如说恢复到工作的状况和时间也会更少。但是这项手术也不是每一个患者拢适用，参像是体重过重、肿瘤过大等拢不适合。大肠直肠癌都有机会可以用腹腔镜来处理，不过可能还是需要经过一些审慎的评估，比如说电脑断层、核磁共振，甚至大肠镜的检查。那有些病人可能不一定适合，不适合的病人像是之前有开过刀，腹部比较粘连的状况或者是比较肥胖腹内的脂肪比较多或者是说肿瘤已经放到比较大，那这些状况可能就不一定适合用腹腔镜。不过当然应该是每个状况都不一样还是需要我们个别跟病人跟医师好好讨论，看适不适合来进行。吴俊贤医师表示，过综合病院有大肠直肠癌治疗的团队，结合各科专科医生以及癌症各管师，提供优质的整合医疗服务，为患者带来标准、完整、持续性的治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3度到28度，落雨的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4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